这一集，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宝杰。如果我问你，什么是马英九的爱台12大建设？很多人脑袋觉得那到底什么东西？可是很多人脑袋浮出的唯一的就是航空城，桃园航空城。桃园航空城一直是马英九念兹在兹，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建设计划。就现在他都已经跛脚了，他现在都已经拎不出总统府了，他现在都准备要交出他的政权了。可是你最荒谬的是，从他第一任就开始谈的桃园航空城，这么多年下来，你一个蛋都没有浮出来，任何你可以看到的建筑什么都没有，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当地的埤塘毁了，把当地的农田毁了，把当地的人际关系给毁了。当你毁掉当地所有的东西之后，你既然现在留下的只是一片的荒芜。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这些地皮已经炒了将近35倍，现在炒了这么高的价钱，不知道无以为继，不断的往下跌，最后受伤痛苦的都是老百姓。这个部分就像一个黄粱一梦一样，太荒谬了，荒谬到你可以政府用8年的时间来玩一场骗局，用8年的时间告诉人民说什么叫做提篮子打水一场空。好，我们今天请到了6位来宾，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媒体人黄壮壮，你好。大家好。好，第二是网络观察家朱学恒，各位大家好。好，第3位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副秘书长王宝轩，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的社会记者王瑞德，宝杰好，大家好。好，第5位是艺术史的学者邱建一，大家好，大家好。好，第6位是财经专家黄世聪，宝杰好，大家好。好，我们现在就是桃园航空城，他一直以为说那是马英九一个最重要的竞选政见，那是他爱台12大建设最指标性的意义的建设，可是没有想到，他居然这个建设是唬大家的。原来这个建设经过这么多年来什么都没有，只做了一件事情，炒地皮。我们看多少懂。桃园航空城可能只是梦一场吗？大园芦竹地区近期房地交易急冻，交易量萎缩，只剩1/10，单价行情也跌回1字头。9合1选后到农历年前，航空城地价跌幅已经超过2成。虽然是马政府的爱台12建设，但喊出5年让农地飙涨33倍，是否只是纸上谈兵？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有产生了一些外界的疑虑，那包括说计划不够透明、不够周延，或者是进度缓慢的问题，那也造成说很多的土地价格狂飙，但是并没有相关的产业投资。更有人拿南韩仁川机场航空城来质疑。不过，距离仁川国际机场只要15分钟车程的松岛新都航空城，这个海埔新生地占地6平方公里，却还是处于亏损状态。反观桃园航空城建设面积广达4687公顷，总投资金额上看5600亿元，堪称台湾史上最大都市计划案。但政府却几乎没人能说明白，桃园航空城为何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而因此进行史上最大征地，当地居民破千，还引发民团质疑破坏生态，更有放任炒房疑虑，更让人想问：桃园航空城画的大饼要如何成功？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好，所以我们看到，这真是台湾最荒谬的一场戏，竟然我们的政府列为它最重要的建设。这么多年下来，他居然可以什么都不做。这么多年下来，他只可以放任这个建商来炒地皮。当你把当地所有东西都给毁掉了以后，两手一摊，所有事情又回到原点。我们现在当地的农田全部都插满牌子，想要急售，但怎么样也都卖不掉。因为你觉得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桃园航空城这么好、这么重要，它原先最原始的脉络其实是从我们要增建一个第3航厦，我们要修一个第3跑道。然后争取到中国大陆游客能够在我们这边做中转，然后就不停的往外扩张。但是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之外，它额外跑道都没有，它航厦也没有，但它额外带来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哦。我想大部分人都以为哦，大安区、信义区可能是土地交易啊，不管是数额，不管是数量，最棒的、最多的，结果错。2013年。竟然是桃园县哦，也就是现在桃园市土地交易是全台湾第1名，而且，你知道这有多夸张吗？它的那一年度的交易哦，全台湾有1兆，它占了1/4，它占了2500多亿，然后还没完，如果你把台北市用行政区来分哦，譬如说中山区，就像我刚刚讲的，信义区、大安区。光是桃园县就占了4个行政区，是第1名，就是在这个机场附近的大园乡。原先那里根本都是废地哦，都是因为县建，因为是农田，因为是埤塘，
没有人要买。航空城唯一带来一个好处，就忽然之间很多人要来买，因为每个人梦想都觉得这里会有很多的前景。可是有一个大的问题是，我们先讲，刚刚说过了，航空城最早其实只要扩建第3跑道，只要机场而已，是很小跑道，多一个跑道那个时候才多少？计划范围615公顷。到了2010年的时候，新的公告变什么？10倍，6150公顷，多了10倍出来。什么乱七八糟东西都被塞进去，你可能没办法想象。就是我们说蛋黄区是机场，但蛋白区塞了什么？连医美相关的设施都说哦，将来要盖在这里。文创旅馆这个住宅都进来了。请问这跟航空城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文创航空城大家一起坐纸飞机吗？然后又来更细节的纲要计划，因为这个时候真的要征收了，那就缩小了，缩到1500多公顷，然后又把自贸区扩大，然后又把空军基地征收。好，你觉得这个数字，至少比原先画什么6000多公顷要小多了吧？结果妙了，都审会审定版又搞到4600多公顷，然后光是征收的地方要3155公顷，把附近原来很多的农田、很多的私有地都纳入征收的范围。当地有个农民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如果为了国家建设征收我的地，我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牺牲，但你总该跟我讲清楚要做什么吧？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要干嘛。不要说没有人知道要干嘛，那个农民讲的话到现在都是对的，因为什么也没有做，那你就忙着要征收，造成什么问题？造成很大的问题。第一个，你的第3跑道因为移来移去的关系，最后跑道很靠近沙仑油库，它靠近北边，就像我们讲的松山机场这个20跑道尽头，其实有一个油库，对，你如果刹不住或者转弯的时候有危险。然后你什么都没盖，你已经有8900多户被迫迁村，什么都没有，现在已经有8900多户了。然后更妙的是，等一下，你这8000多户里面有26000人受到影响，是，而且更妙的是你说把人迁走，对不对？结果在这边盖一个住宅区，就叶世文被关的那个主要的原因之一住宅区是当地居民人口的10倍，根本没那么多人要住。然后你把农田征收掉了，你把当地的大埤、水文、埤塘通弄没有了，甚至当地的神明有一天还降旨说，我觉得这里开发根本是没有必要，我不要搬。结果当地政府用什么方法？他说，如果你们不要搬，因为有很多农民想说，我们的神明都降旨了，我要留下来跟他一起进香，一起保护他们。结果当地政府说，那我们就把你地修到只有一条路进出，看你要不要留在这里。威胁是最后很多的农民，他很想要继续住在他土生土长的地方，但是被迫迁走。就我们刚刚讲2.6万人被迫迁走的时候，更妙的是，你如果看一个数字就知道，除了投机客之外，在这个案子里面什么实质建设都没有。从政府开始讲航空城的2008年、2009年开始，房价跟地价就一路飙涨，整个桃园县都被带进去了。然后我看到上涨了33倍，你怎么能够想象这个地方到底在干嘛？你以为是工业革命是不是？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做，而且原来是现建的。当地有个农民很生气他说：“你现在要征收我农地，说要盖航空城，问题是我现在所住的地方，因为航空区现建，我台风坏了都不能修。结果你忽然告诉我说因为国家政策，所以征收之后我们要盖各种各样的大楼、各种各样的设施。”农民说：“这样不公平啊！”然后你看好，其实这也很妙，他把投资客或者是当地的一般人骗进去之后，等到选举变天，从单价到成交量，通通都啪！一瞬间掉到快底的时候，谁获利了？在这一场泡沫跟骗局里面，没有人获利，什么人都没有赚到。但等等，其实有一家公司有赚到。谁？我们上次有讨论过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就是你为了要开发桃园航空城，要成立一个桃园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对，那它又不是政府管理，又不是民间的纯资源。到底会有什么样弊端？曾经有法官投诉说这样太糟糕了，因为2个法都管不了，而且它都是桃园县政府跟桃园县议会的人所组成的。好，结果今年变天之后，郑宝清就进去了。好，郑宝清说，我看到很多很怪异的事情，什么怪异事情？盖了一个愿景馆，说要让大家看说桃园航空城有多少未来的愿景，花了3000万，变天之后就要拆掉。你说那个愿景盖了一个馆，3000万就没了。好，那你这样也就算了。我们之前就讨论说，这样子官民不分可能会有弊端。
郑宝清说我看到有一个请款单，他的吓死人，因为有一个离职主管拿了一个请款单来说，对不起，很抱歉哦，这4天以来我喝了100瓶酒，你怎么喝的？我要报账。你一天喝25瓶酒，跟谁喝呢？为什么喝呢？难道盖航空城要负责拼酒吗？也没有。然后他还说，那我看到整个办公室里面啊，有一张桌子啊，我就问说这张桌子多少钱？多少钱？25万。25万。换句话说，你都不知道这25万是会变成变形金刚还是怎么样？对。然后郑宝清说，过去最荒谬的地方是什么都没有做，2年的时间，桃园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用了8.8亿。你说这家公司什么都没有做，花了8.8亿，花到哪儿去了？有啊，我刚刚讲过，做了一个短短的动画短片，要说 demo 说以后桃园航空城会变成怎么样？一开始报价多少？450万。是。好，那你就想说，好啦，这也许就找史蒂芬史匹沃拍嘛，就是这么贵，几十秒这么贵没关系。就等到一变天之后，忽然之间对话降价，说，我缴100多万，赶快给我，赶快走。那你整个看起来就有一个问题是，从头到尾都是泡沫，只有极少数人获利的话，那桃园航空城是不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政策性买票的骗局？还是当初一开始大家其实有意愿要做？但是做到后来，整个歪曲变形，变成炒房炒楼的一个标的。好，那石头，如果现在有可能的话，真的应该在桃园航空城立一个碑，立一个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建设的谎言，因为从头到尾都是骗，从头到尾都是虚假，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建设，什么都没有盖。刚刚讲到了，光一个桃园航空城的股份有限公司，你现在看到的账目。8.8亿就已经花掉了，买一个桌子要25万，你喝个酒，这几天你居然可以喝掉100多瓶，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的贪污浪费有多么严重。更不要讲上下交相贼，这根本就是为了某人的利益，为了某人的土地，慢慢就像变形虫一样，越变越大。因为你一开始有鬼，你挡不住别人的流言蜚语，才让整个桃园航空城越搞越大。对，这个航空城计划应该是史上台湾最大的这个官商勾结的这个草地案。刚才学员提到了嘛，它这个草地是这个规模非常大。宝姐，你知道吗？其实，在航空城附近的所有的这个房仲啊，或者所有的土地交易，其实大部分都是民代，都跟民代有关。我们之前讲了，桃园县的副县长，对，桃园县的这些议员，对，全部都进来买地了。对，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官商勾结，在这个地方。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计划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其实刚才学长也提到，它原本是只有第3跑道要扩建而已嘛，因为他们说现在2个跑道不够用，而且2个跑道还要维修，对，无法承载桃园中正机场的长期的运量，所以我要搞一个第3跑道。对，那最早提出航空城计划的是朱立伦的县长。好，朱立伦县长在01年当选的时候，他说了这个航空城计划，但是说了之后没用，因为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就到08年让他一炮而红，因为08年马英九总统当选了。他说喊出一个爱台12建设，里面就把航空城列进去，那就变成了他的旗舰计划。对，为什么马英九总统喊大家会相信呢？因为第一个，你航空城要发展起来，一定要两岸关系改善嘛。对，那马英九总统就是主打这个改善两岸关系，未来会有越来越多陆客进来，所以我这个所谓的航空城计划一定可以成功。你看他果然这样一说，没有错，而且他在09年他还修改了一个叫做国际机场的这个发展条例，修改之后呢，10年我们的这个前的这个县长吴志阳就提出了正式的这个航空城的计划，就提出来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就被打开了。对，那一开始他其实提出来的计划是约莫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后来计划会越来越大？其实有几个原因在这里面。最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宝杰，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什么地方？这是航空城未来的计划，但是它其实真正的蛋黄区是在这一块。是这一块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远雄的自贸区、自经区就在这个地方。是那这个区啊，其实是整个航空城里面最有价值的。那结果最有价值的时候呢，因为原本规划这边只有45公顷在这个自经区啊，对，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突然发现啊，那时候的桃园县政府突然发现，跟他们相关的这个某个高官啊，他的家族里面有一块地就在这附近。是啊，但是他是在荒地，他不是在划进这个自贸区里面，不在这45公顷里面。对，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好，没关系，原来自经区只有这样，对不对？只有45公顷，画大一点点嘛，就把这荒地划进来，荒地划进去，就是桃园县政府这个高官，对，你家里面的土地，对，我就把你给划进来，对，我们利益共享。划进自经区的话，那这个土地是翻倍，翻好几十倍，是，那这样家族利益获利了，对不对？但是
有人会说话嘛，那怎么办？那你家这样做，对，我家也要这样做，对，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就把这个范围再往外扩大，你有我也有，大家都有，所以它的空间会越来越大，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说为了渡悠悠众口，对，然后才把这个东西越搞越，而且大家觉得力之所趋，反正有钱大家赚。对，而且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的这个交通部长毛治国他还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啊，我们这个未来这个航空城计划，虽然说政府要花5600亿，但是他那时候跟所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未来是政府零出资，零出资不好吗？对啊，大家想说，政府零出资，那你是为什么会零出资？这要投资5600亿，就那时候毛治国部长说的是说，我们未来政府的钱啊是可以怎么用呢？一个。房地产，我们政府在这边很多土地，对不对？对。未来土地会涨价嘛？涨价之后，然后还有我们未来的税收，我们拿这个去跟银行贷款，去跟银行贷款的话，政府就不用出1毛钱。对。所以，他说了一个地方，就说，我们可以回推回去啊。很多地主就想到说啊，回推回去，那意思就是说，未来这个土地啊都会涨，至少可以涨到10万块嘛。所以政府已经口头跟你说，未来会涨到10万块每一坪。按照毛治国的标准，按照毛治国的算法，虽然没有讲，可是他自己都知道，对，10万块是底线。对，因为这个地方大概要征收3000多公顷，3000多公顷要花5600亿。明眼的人一算一波一波就知道，未来这一块至少要涨到这个土地至少要涨到10万块。所以，毛治国部长就说10万块了嘛，10万块好，现在如果2万3万，我就敢买，所以大家就开始买。但是问题开始买的时候，但是问题出现一个状况。因为其实当初很多人不愿意征收，那不愿意征收的话，那土地没这么多啊，那怎么办？对，没关系，政府就再把它扩大。你这边不要，我其他地方愿意，所以越扩越大，越扩越大，越扩越大，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所以其实他就是为了炒地皮，对，才把这个扩这么大。而且更妙的是，导播来看，这个是后来第3跑道的位置，而这个跑道位置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沙仑油库，这个是军方的大油库，只要有任何的偏差。一撞到油库，那是一个天大的灾难。可这里明明有一个既有的海军基地，这里有一个跑道，为什么不用呢？搞了半天是因为我们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海军基地，这里的土地就不值钱了。是，所以呢，我不能让这个地方的海军基地的跑道能够使用，我会把它拿开，作为航空城，作为盖旅馆、盖饭店、盖住宅，我把它挪到以人民的危险置于不顾，人民你会撞油库，那是你家的事；人民在那边起吊有危险，那是你家的事。我就是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我才能够产生一大块的平整的土地，让马英九政府好好的炒地皮。没有错，刚才宝杰讲那个重点，他原本如果真的要第3跑道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有既有的海军基地，它只要稍微整修一下，其实这个跑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这边呢，未来会有捷运通过。那捷运通过的话，如果你跑道就不行啦。对啊，不行嘛。但是问题是，捷运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个完整的土地，这个地方很完整的土地的话，这样土地价格才会高嘛。所以如果我把这个放成跑道的话，那整个块就没有用啦。但是因为这一块地呢靠近海边，而且旁边又有油库在这个地方，土地价值一定非常低嘛。对，所以很多人开始的着眼点就是为了土地利益嘛。所以司董，你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这根本不是什么桃园航空城计划嘛？那根本就是马英九政府的一个超级炒地皮的计划。而且我们看到连长荣都超爱讲，你如果是蛋黄区，你既然是航空城，你应该给我一些机场维修的土地。结果这里跟飞机维修的都没有。对，有的什么？有的是文创、旅馆、饭店，还有医院。对，没有错。我们之前不是讲到说松山机场所谓的 BOT， 它在这个松山机场中间旁边盖了一大堆大楼吗？未来的这个如果航空城真的成型的话，跟松山机场一模一样。它在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商务旅馆，非常多的 shopping mall， 跟这个松山机场的翻版一模一样。但是之前张国伟其实他是最早看出中间的这个 mega， 他曾经就批评过桃园航空城计划只有蛋白没有蛋。就像只有蛋白没有蛋黄的这个空包蛋，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宝姐，如果真的是航空城计划，你应该做的是跟航空有相关嘛。那其实当初的张国伟他曾经抱怨过一件事，当初你这个航空城计划在这里面实施的时候，你为什么都没来问过我？因为长荣我在里面有需要非常大的土地，因为我们知道长荣的飞机维修非常棒嘛，是全世界前3名，对，数1数2，他需要在里面有大土地来做这个航空维修，甚至他说我都已经接到订单了，我那时候跟这个桃园县政府说，我要在里面有一块地，桃园县政府说没有，我们这里面的规划没有这个
任何你们可以做这个航空的这个维修计划。那他听了就觉得奇怪，你这个不是航空城吗？航空城的话，今天主角应该是我长荣啊，我长荣进去里面有这个所谓维修基地、维修站才对啊，就反而一点都没有，所以他难怪就说这个彻头彻尾啊，根本就像是一个炒房的这个计划。好，那宝杰，我要谈到这个东西真的很荒谬，是这明明是你的爱台12大建设一个最重要的计划，结果这么的10年的下来，居然一无所有。有的什么？刚刚讲的农地没有了，那个地方非常重要的陂塘没有了，那里有26000人被迫迁居了，剩下的土地炒上来以后，最后是一场空。我们刚刚看到插了很多的牌子要卖，现在卖不掉，让当地又觉得受害的又是当地的居民，是吗？是我们还蛮遗憾的，这整个计划从头到尾，我必须说它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没有一项建设是真的需要的，是台湾真正需要的。不过我也跟主持人报告，还好征收还没发生，还来得及回头啊。虽然很多资金已经进去炒了，所以就是说无能是马英九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也因为他无能，所以做得慢，做得慢就让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还有机会回头。好，那现在就是这个是现在的计划图，它长得很复杂，我们看不太出来要干嘛。我现在把它简化成这个样子。哦，这边是现在机场的园区嘛，既有的中正机场，就白色这个地方。所以他要做什么？第一件事情，他要做跑道。但是跑道是假的。怎么说跑道是假的？跑道是假的。对，刚刚已经主持人有呈现过嘛，这边有一条跑道。海军的以前，如果你需要跑道，早就有现成的跑道，那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一个海军跑道，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跑道，它的品质比现在的1、2跑道来的好太多了。你说日本人做的跑道比现在桃园的机场的跑道还好？是因为它是以比较好的石头去做的，真的假的？对，所以它不需要像现在跑道维修一下这边坏一下那边坏，永远都只有一条跑道在飞嘛。对，因为我们的品质不好，它不用这条跑道，它往这边去移了。没有必要，为什么它是假的？因为我们如果跟我们的邻居相比，不管是香港机场或者是新加坡机场，面积都跟我们差不多大，对，跑道都是2条。哦，但我跟大家报告，香港机场去年2014年一整年，它飞了5990万人次，5990万。台湾中正机场现在桃园机场现在多少？3000多万。几乎只有人家一半，只有人家的一半，所以表示我们现在既有的用地，我们现在的2条跑道，好歹也可以飞到5000、6000万吧？是，对，这样子还不够用吗？根本就没有不够用，所以你根本没有开始就是假的，所以你没有第3跑道的必要，没有必要。OK， 好，跑道是假的就算了，产专区也是假的。为什么产专区是假的？先讲刚刚这个自贸港嘛，远雄的自贸港这边有一块小块的45公顷嘛，对，这一块到现在进驻不到一半，27%。就这样子，我已经有自贸区了。我们已经有自贸区，而且刚刚讲到这个自贸区旁边已经有机场，已经有一个飞机场了。照理讲，它应该可以利用了。对，可是只有27%。它做不起来。哦。它的那它已经做了14年了。做了14年。对，现在大概做到一半了吧？我想最近的资料可能看起来可能有到一半，所以现在45公顷都做不到一半，到底为什么要划成175公顷？哦。这个故事可能刚刚也讲得很清楚了嘛，从一块荒地开始嘛。哦。真的有那块荒地？我也是听居民讲的，在地居民也不断有提到说，当时这附近有一些土地是当地的高官的。对，那这一块呢，我们比较清楚看到，这是第1块扩建出来的用地。一开始本来只有这一条嘛，是第1块被多划出来的，这是2009年只有这一块，2010年多出来的就是这一块，就是那个荒地，这就是第1块，就是那个荒地，对，就是那个桃园县高官的家。扩大的地方，当然不止他家嘛，这样子太明显了。总之一扩就扩了130公顷。接下来到了2013年才有其他这么大一块，所以产专区也是假的。这个是桃园航空城的位置，它周边有几个现在已经存在的都市计划。都市计划就是用来提供住宅跟商业的用地的嘛。看看它的发展率，发展率就是我本来发展满了就是100%。哦，这边19%，这边39%，14%。40%、66%，没有一个超过80%。整个假的计划到底怎么通过的？我们其实有审查委员会嘛？怎么通过的？怎么通过的？我们看看审查委员是谁。当时的营建署长叶世文，他兼任了区域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好，他通过了1关。是。第2关是谁？都市计划。是。都市计划当时的审查委员是谁？蔡仁惠。这个人大家记得吗？就是那个跟他一块跟叶世文一块搞鬼的那个，就是那个帮忙送钱给吴远雄的白手套嘛。而且这个时候，叶世文从营建署长变成了叶世文，又从副县长了。对，然后主要推动航空城计划。所以他在中央
把中央弄完以后，就跑到桃园县了。先把范围确定了，再跑到桃园县去，然后积极推动。帮忙下去，那中央放谁？让蔡仁慧继续帮忙他。是蔡仁慧一直待到弊案爆发的隔了1个礼拜才被革职，这个是他的状况。是。那这里头当然我们还列出一些跟当时的弊案有关系被革职的官员，一个个都跟桃园航空城非常有关系。是好，对，那是这样。赵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最荒谬的是。我真的觉得马英九这样非常糟糕，是你是多少人的期待，希望你带给台湾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上台以后也让人家觉得很振奋，是因为你搞了一个爱台12大建设，都希望说你就像蒋经国一样，你的恩师一样，你的恩人一样，带着台湾往前冲。可是没有想到，你今天只有喊口号，喊口号也就算了，你居然带给台湾一个天大地大的骗局，利用这样的天大地大的骗局，让人去炒土地，最后。你完全不顾那些农民，让这些既有的地方的脉络完全被毁坏掉。刚刚讲说桃园的跑道是假的，自贸区是假的，工业区是假的，但是对于桃园的有利人士们来讲，有一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什么真的？白花花的银子，炒土地是真的。炒土地，我举个例子，为什么大家都卷进去了？那卷进去是什么？这里面呢，机场捷运有个G13蓝竹站，蓝竹站那边呢。当时呢也是一片农地，一片空地，一坪呢农民呢是2、3千块，但是呢，当他这边是蓝竹站要通过的时候呢，有13个有利人士就去把这边买了15000坪的土地，买了以后呢，那时候政府都还没有征收，还没这些东西，一下子呢，它1坪的成本呢是24000块，24000块之后呢，刚刚讲的都市计划。这些东西就要去动了，都市计划硬生生的，我就把周围的地方呢给你灌了9万的幽灵人口，一灌进去之后就说他们已经发展饱和，我一定要通过这都市计划，通过了都市计划之后呢，1坪就变成15万，政府要去征收的是15万，所以他们这13个有利人士，13个有利人士，13个有利人士，他们进去的时候呢，拿的成本是15亿。可是当你政府要来征收的时候，还没外面的炒地皮哦，是征收的时候呢，他们净赚33亿。哇，这个钱就进去了。而这13个有利人士是谁呢？后来被桃园地方人士生出来了，就是当时副县长李朝之的太太，然后几个县议员的太太或前县议员的太太，是或者是一些区公所这附近区公所主管的太太或儿子，13个有利人士，通通就这样卷进来了，就这样子赚了33亿，赚了33亿。所以这么一小块地，哇，大家这样赚。可是桃园呢，在地方政治又是中立人。这个地方政治，桃园呢，从刘邦友时代呢，就有一个原则，公共建设呢，一定要雨露均沾。雨露均沾就是大家都可以进来炒，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拿得到，大家也这么大，也没人可以吃得到，所以大家都不会反。所以后面呢，才会为什么一样不断的扩张，不断扩张。如果你一个G13，我就可以赚33亿，那整个这么大的地方，那所以它的土地就不断扩张，不断扩张。所以都市计划委员会在开的时候就说，桃园的发展率已经达到82.82%。没办法了，我一定要扩充。而扩充的时候呢，他们很多人在抗议。抗议的时候，当时的营建署呢是怎么讲的？你们可以发表意见，因为依法可以发表意见。一次呢只能进来3个人，3个人只能讲1分钟。那讲完1分钟，你们就请出去。硬生生一过，所以整个被扩张到了4个信义区这么大。那这么大的结果呢？当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回中立了。突然之间呢，小学同学、国中同学。有利的一些可能是邻居的，或是什么校长的，通通来找我，因为大家要抢，有人有县议员，有人有市议员，人我说创夏，你要不要回桃园来发展？所以这一块地一直这样子炒起来的话，原因就是今天你政府还没征收，当你征收，然后还没开始做任何变更的时候，光一个炒地皮都市计划变更，很多人都是白花花银子赚进去了。好，我们看到了桃园县前县长吴志阳一上任以后，吹起攻击的号角，把整个桃园航空城面积扩大，掀起了一个你完全没有办法阻挡的炒地皮的一个风潮。可是现在改朝换代，没有想到这样的大的一个计划泡泡居然就这样被戳破了。所以你现在到了桃园航空城的基地上面，都是挂满着急售的标签，这个土地。最后黄粱一梦，大家本来期待有个建设带领大家往前冲，最后原来都只有原地踏步。好，瑞德，刚刚创下讲了，桃园非常有趣，是有钱大家分，因为这个地方讲究中青，他们不像以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黑白的那种，等于说楚河汉界，没错，壁垒分明。可是桃园是只重利益共享。可是这个利益共享，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出天大的人脉。对，没有错。这个航空城啊，现在是所谓白道炒地皮疑云呐。那么事实上，在20几年前呢，那么在桃园地区的相关的炒地皮土地开发的部分呢，
黑道蚕食鲸吞。那刚刚讲说有雨露均沾，对不对？是。可是如果一旦他的势力很大的话呢，会有一方想要独吃的时候，那么另外一方桃园的黑道一向很凶悍，桃园很凶悍，没有错。桃园有黑道叫做黑道皇帝之称啊，那你就知道说有多凶悍。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啊，在20年前，那时候有一个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工商区的一个土地开发案，那么叫做什么呢？叫做林祥坡开发案。是，当时呢总金额超过135亿的台币，135亿，20年前相当于你先把它乘3倍以上就好了。其实已经快接近大概400-500亿了哦。那么当时啊，很多人想被撑起点哦，因为这块很大哦。那这一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主力呢，那么因为它有黑白两道的色彩，所以他不太想要让别人进来分这一块，结果就演变出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凶杀案。那么是什么案子呢？就是民国85年11月21号，台湾有史以来最凶残的前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血案哦。你说现在8死1重伤，现在抽丝剥茧，刘邦友命案跟这个土地开发是有密切关系，密切的关系。那么因为当然了，当时查过，包括警卫刘明吉在外面是不是赌场的关系，那么也包括当时是不是前桃园县长刘邦友他要去拆人家环中东路所谓的违建铁皮色情区等等哦，那这些都查过，一条一条的查过哦。不过查了快要20年的时间，还是认为啊，林祥坡土地开发等案件，因为它里面牵扯到很大的利益关系啊。甚至有黑道一开始就动不动就用6000万，然后呢来进行一个等于说手银啊腾的那个动作，所以呢怀疑应该跟这个有关系。林祥坡开发案，对，没有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当时啊，事实上当时大家还记得吗？8个人啊被枪杀，一个人哦，这个等于说活下来，那个活下来的是前桃园县的议员，叫做邓文昌啊。另外，其实被枪杀的8个人里面呢，除了前桃园县长刘邦友之外，还有一个前桃园县的这个等于说县议员啊，叫做庄顺兴啊。那么为什么要特别提一下呢？因为其实有一个已经解密了这个案子的侦办疑云呐，就是说2个行凶的歹徒啊，到底是冲着谁来的？重点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有一个已经解密的，在侦办过程中发现一个非常可靠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其实啊，现在活下来的邓文昌，当时被歹徒制服的时候，当时歹徒跟他讲话的时候是叫他议员，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身份是议员，对不对？可是呢，他叫庄顺兴，叫做阿英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庄顺兴也是议员，是邓文昌也是议员，为什么我叫你阿英啊？就是因为我认识你，我跟你熟，没有错。事实上呢，他们把他们制服了以后，我们知道这9个人全部被绑上，双手环绑，然后呢用胶带把脚捆绑起来，然后嘴巴给他贴胶带嘛。那么事实上啊，曾经歹徒除了在里面等于说把刘邦友一度把他那个撕开了以后，因为刘邦友破口大骂嘛，所以他们就把刘邦友一起给做掉之外呢，事实上曾经在这个小小的行凶的警卫室里面痛骂过庄顺兴。是哦，对。然后这个所谓的侦办的重点很重要，为什么呢？这表示歹徒认识他，所以庄顺兴是重点。对，然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歹徒在后来2个人逃逸的时候呢，在警卫室里面杀人的时候，他们可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凶狠的职业杀手。为什么？他们打头部可不是打太阳穴啊，他们是直接朝头的上面这样行凶，你知道吗？这是台湾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行凶的。你说是从这个地方头部上面直接打，你知道吗？从来没有发生过。台湾的职业杀手从来没有发生过，通常就直接朝着你的太阳穴打。对，没有错，就他打这里。对，所以他的凶残程度是很特殊的。那么他除了在两美家逃离的时候，2个歹徒曾经在那个车上讨论说，管定有什么了不起？县长有什么了不起啦？那么小白还不是把他做掉？所以警方从这些对话里面发现，很可能跟刘邦友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歹徒认识庄顺兴。那么警方其实就查过庄顺兴，为什么呢？庄顺兴在前一天啊晚上到了3个地方，连续打了好多通的电话。他在干什么？他显然很急着要处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呢，隔天一大早8点到了刘邦友官邸的时候呢，甚至也还载了300多万的现金来。他到底想要瞧一件什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歹徒早就已经进入了这个警卫室，却制服了别人，先不杀，一直等到他们2个抓到以后，才开始枪杀所有的人，你知道吗？先抓到庄顺兴，没有错。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警方就怀疑一定跟这个庄顺兴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说庄顺兴会跟林祥波有关系呢？因为庄顺兴那时候牵扯到很多当时的，包括这个土地开发的案件等等。因为他又是民意代表，他跟刘邦友的关系又非常好，所以当时啊，其实警方曾经清查过，确实有一股桃园的重大的一个重量级的黑道势力想要染指这一块地方。而事实上呢，他要染指的时候，被刘邦友他们这一派拒绝，你知道吗？当时就呛瞎，有人呛，因为感动县长没有几个人啊，感动县长又在官邸，没有几个人啊。那可是这个案子呢，办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还是没办法突破。我们看到的萧万长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麦卡锡曾经帮他做过一个等于有关于台湾未来前途的一个规划。当时讲说我们要变成亚太营运中心，而亚太营运中心里面有6个中心，包括了媒体中心、金融中心，还有这个航空城的转运中心。所有人都认为说，以台湾的条件来讲，转运中心最有可能，但是那要跟中国大陆并融。马英九上台之后，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也就是只要他有决心，只要他有策略，只要他的心是正的，桃园航空城是有可能做得起来的。可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被认为对台湾真正有利的方案，在所有人私心作用的状况下面，居然成为炒地皮的工具，最后这么多年来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